美丽岛40周年游行甲祈祷，守台湾护民主。台湾南社前社长张福柱。台湾人的政治觉醒，为1920年代的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经过1947年的228屠杀，到1979年的先镇互卜的美丽岛事件，拢总行要60年，才有真正的人物。有抵抗才有人权，有行动才有主权。但经过40年的政治文化医生，咱有今仔日的民主、自由、文明甲法治，互全世界愈来愈肯定咱的成就，嘛愈来愈对咱有国际认同。毋过，咱的民主还无解在稳，自由互人操人，文明无够理想。法治嘛，也有真侪空棚。更较恐怖的是，国内政党竟然勾结对面的敌人，随时要甲咱拆这落北。今年是美丽岛40周年，台湾南社甲守护台湾大联盟、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台湾社等本土社团举办40周年游行甲祈祷，嘛有邀请真侪苏当时美丽岛事件的当事人。来甲咱复习事件的经过，包含总统府秘书长陈菊、前考试院长姚嘉文等等，甲来甲咱讲应该安怎继续保守咱的主权甲民主自由。12月7日下晡2点开始，伫高雄市中山路甲大同路口捷运美丽岛站2号出口，敬请大家食饱趁牛早。楼顶招楼骹，阿母带阿爸烧酒来斗闹热，守台湾护民主，台湾出头天。感谢努力，安子西，玛丽玛丽，马萨鲁。